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元宇宙賽馬頻道時間。咁啊，闊別咗2次嘅賽事，我同大家見面啦。咁對上一次小弟俾嘅心水入邊咧，就只能中咗一條 Q 啫。咁啊，單 T 就收唔到啦。咁有時間睇翻之前嘅片段嘅話，大家自己慢慢上去參考翻啦。咁聽日就係大賽日打比嘅重要嘅賽事啊！咁都同大家講一講聽日嘅打比先啦。咁近況入邊咧，大家都係覺得細 number 嗰幾隻係比較強啲啊，分別係球星啦、祝願啦、玩笑啦，同埋隻包裝福星。咁我提提大家，其實近呢10屆入邊咧，比較可以攞到打比嘅練馬師咧，攞到多啲嘅打比冠軍咧，都係屬於蔡作行比較多啲嘅。咁我覺得聽日佢有隻馬咧，都未必真係跑晒俾你睇嘅，就係隻有目共賞啊！咁啊，留意下賽啲馬啦。咁我覺得每一次打比都係比較難諗啲嘅。咁啊，大家睇一睇臨場再決定啦。咁啊，聽日同大家講翻嘅賽事咧，就係第5場啊。第5場第3班1400米嘅途程啊。咁呢度被捧為大熱門就係隻宜春火力啦。咁呢啲咁嘅馬咁難都仲未交代到嘅馬咧，又俾翻一個咁唔好分嘅賠率你咧，咁我自己就唔要啦。咁我反而覺得要睇一睇有2隻馬啦，分別就係大眾福星啦。大眾福星咧，其實佢喺呢個初出嘅場合入邊咧，362嘅場入邊咧，咁係有少少受咗啦。咁翻到嚟係跑過第4嘅，咁之後就2月份就跑過第10啦。咁啊，隔咗1個月啦，再報翻1400米嘅途程，呢隻馬咁大家要留意翻。咁啊，試閘有走勢，覺得隻安泰嗰個走勢都唔錯，咁可以留意2隻馬。咁啊，聽日咧就會提供一條連贏位置 Q 俾大家參考，都 OK 好分嘅。咁大家贏多啲啦〜